出版說明：50年絕對唔係一個短時間，尤其對喺香港經營嘅中小企業而言。據統計，有70%中小企業唔能夠捱過頭3年。但係大埔振興肉丸，一家經營半世紀嘅肉丸公司，多年嚟標榜100% 牛肉，冇添加同埋真材實料，經歷咗無數風浪。50年嚟依然穩守呢個經營理念，足見創辦者嘅遠見實在不同凡響。喺呢半個世紀裏邊，大埔振興肉丸面對唔少困難同埋波折，譬如競爭對手喺成分上動手，混入其他肉類嚟做肉丸，大大降低成本以搶佔市場。但係就絲毫冇動搖大埔振興肉丸創辦人嘅經營理念。憑藉呢份堅持，創辦人帶領公司體現香港人獅子山下嘅拼搏精神，最終讓企業走出難關，得到客戶嘅認同，成為行業嘅一哥。呢本書旨在將大埔振興肉丸半世紀經歷嘅精髓展現，喺現世爾虞我詐嘅大氣候之下，同讀者分享一家一直堅守理念、殷實經營，最後揾到出路嘅成功企業，並且期望呢個案例能夠讓其他發展中嘅中小企業可以作參考借鏡，為商業世界灌注更多清泉。